目睭掠带流水内底的细尾溪膏啊，金条金金上。啊，分丝身躯强强，也是要读做强强咧挺效。好，啊，即马就是啥做分丝强强。你看这只暗光鲫，你看它的背部是不是稍微弯曲，有点弓起来的感觉？迄个有点弓起来的感觉。迄个咱啊对鸟啊来讲就是安尼强强啦，好像把弓箭稍微把它拉弯一点点，迄个弓把弓拉弯，按照安尼强强，所以强强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形容伊的背部有一点点弯曲按照强强形容词。若讲人咱都袂讲强强，咱就讲人是背调。这个你可能捌听过，背调甲翘骨差伫倒位？背调就是无遐，翘骨是已经迄八。迄个啥，脚趾片已经一粒迄个扑出来，像骨安尼骨壳安尼已经弯去啊，扑出来，迄是翘骨啦。啊，背雕就是迄个背，就是背部啦。啊，你其实是背雕啦。啊，你迄音两句有个走，有个变做背雕。本来是雕啦，雕就是弯弯啦，弯翘的做背雕。恁可能捌听过讲，伊看到小可背雕，啥叫做小可背雕？就是背部看起来没有很挺直啊，小可安尼迄个溜翘骨，所以咱上集讲的是啥？小可背调个欠腰，啥做欠腰？你捌看过人徛其实就是迄个站相弯腰驼背因为你脚趾片看到小可咕就是人讲背调对无？南面我讲迄个欠腰，啥做欠腰？就是你腰杆没有挺直。所以迄个腰杆有点下垂，咱讲做陷落去所以即马才个大家讲个清楚。台语的经一般是讲什么东西弯弯的所以你去看讲语词迄个啥幼路部分就伫遮。你看我遮若要讲这迄个啥上基本的，我会讲你看这只暗光鸟的背部弯弯的，但是你有发觉讲？我若用台语语词讲恁看这只暗光鸟的脚趾片弯弯，当然嘛是对，但是你会感觉讲弯弯的，无遐尼到达咧，所以这个是台语迄个啥呢？较幼稚的所在，所以这当然是无适合讲弯弯啦。若要解说是会使，你们看它的背部有啥物小可弯弯的嘛？咱台语就讲尖尖这只毋是绑紧尖这只是讲小可啥，迄个弯但是尖伊伫另外一个语境是讲绑紧的意思像我讲即几工迄个肩胛头那会感觉安尼尖安尼小可疼。啥叫做迄个肩胛头小可尖，就是讲肩胛头很像被那个弓有没有绷得紧紧的，所以这当中的尖呢就是迄个就是咱咧讲绷得紧紧的那这只咱看这只暗光鸟尖是稍微有点弯曲若讲人讲尖就无通，咱若讲人咱就讲背调以上是甲大家小概讲是安怎才要用尖无爱用背调过来就是甲大家讲时无爱直接讲弯弯，因为弯弯的语感你一直看就感觉讲无偌迄个无偌适合啦